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今年嘅 GMP Concert Grand Music Pilgrimage 樂樂。我係今晚嘅司儀 Matthew。咁咧一開始咧，我哋會想將3首 Haydn 海頓嘅作品咧帶俾大家。Haydn 咧係18世紀一個非常著名嘅作曲家，佢有一句名言就係話：藝術家喺生前咧係唔會受到重視嘅。但係咧好可惜地，其實都唔係好可惜。呢句説話咧冇真係套用喺 Haydn 身上。咁咧點解咁講咧？就因為 Haydn 咧喺在生嘅時候咧已經係名震天下，身家咧係富厚嘅。作為一個奧地利人嘅 Haydn 咧，佢獲得英國牛津大學頒贈俾佢嘅博士學位，甚至連法國嘅拿破崙咧亦都會派兵去守衛佢嘅屋企喎。咁咧 Haydn 個人咧平時比較幽默啦，咁又中意開玩笑。咁所以咧今日我哋帶俾大家嘅第一首歌就會係 Haydn 所寫嘅《To the Cousin》。呢一首歌咧就正正嘲諷緊愛情嘅愚昧，係一首咧非常之幽默同埋輕鬆嘅歌嚟嘅。不過咧 Haydn 咧亦都有佢嚴肅認真嘅一面嘅。佢所寫嘅 Oratorio Creation 就係講緊上帝用7日嘅時間創造咗大地。今晚我哋所揀選嘅創世第5日嘅一首 Trio 係由3位天使所唱出嘅 Most Beautiful Appear。呢一首歌入邊講述咗上帝點樣令到水入邊誕生咗魚同埋蝦，令到陸地充滿住飛禽走獸。成個世界喺一瞬間變得熱鬧起嚟，但係究竟呢一個咁熱鬧嘅世界，邊一個先係萬物嘅主宰呢？呢樣嘢咧，可能就需要大家喺嚟緊呢啲歌度揾一揾啦。最後咧，當然唔少得 Haydn 嘅鋼琴作品。一陣間咧 ，Andrew 咧將會為我哋彈奏 Haydn Sonata in E flat major 嘅 First Movement。而家有請。